近期国内旅游渐渐回温，台南市餐饮多元具特色，因此嘛吸引真侪外县市游客前来，所以食品安全卫生更加重要。卫生局今年评比的对象包含团膳工厂、豪园餐厅、旅宿餐厅、宴席餐厅、素食业、饮料店以及烘焙业等各式餐饮相关业者。市府卫生局3号办理新闻发表，并颁奖肯定这优秀店家。所有的美食都是必须建立在安全食安的这个基础上。我们过去曾经看有些国外的美食有时候像在南亚或者在东南亚，有些地方的美食很好吃，路边烹煮一下，你吃一次回去就拉肚子，整个出国观光的假期都要泡汤了。其实国外也是这样，国内也是一样。我也不希望说一些我们烹煮好的或者制作好的这个美食，让我们的市民朋友们，或让我们这个外地来的朋友们吃了以后造成这个食安问题，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责任。因此，就谢谢我们卫生局跟南台科大一起合作，能够把这个食安跟我们的业者做最紧密的结合。今年荣获台南市餐饮卫生优良的店家有296间，其中邮寄业者有257间，量寄业者有39间。另外，卫生局辅导台南市餐厅业者制作家团菜肴，并加以认证。今年有福楼、东乡台菜等140间家团饮食行动餐厅推荐给消费者优先选择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